现代第一版圣经约书亚记第21章，利未人的城镇，利未人的族长来见祭司以利亚撒，甲伦的囝约书亚，以及以色列大支族的族长，伫迦南地的示罗对因讲。以前上主有命令摩西，着互阮有城通住，有草埔通饲精生。以色列人就照上主的命令，对家己的家业，将下面所记遮的城镇，以及因附近的草埔，互利未人。利未支族的高合宗族抽到头一支签，祭司亚伦的后代对犹大支族、西面支族、甲便雅悯支族得到13座城，高合其他的后代对以法莲支族、但支族、甲马拉西半支族抽到10座城。吉顺宗族对以撒迦、阿瑟、拿弗他利三个支族，甲伫巴山的马拉西半支族分到13座城。米拉利的后代照因的宗族对路边、迦得、西布伦三个支族得到12座城。以色列人照上主通过摩西所命令的，将这个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抽签分予利未人。以色列人对犹大支族、西面支族，将下面这个城镇分予利未支族、高合支族、阿伦的后代，因为因抽到第一签，因得到的城镇有犹大山区的基列阿巴，现在叫做希伯伦，甲附近的草埔。阿巴是阿拉族的祖先，毋过迄个城的残垣甲庄舍已经分予亚弗尼的囝加勒做家业。这是阿伦的后代，阁分到为50人的设的避难城希伯伦，以及林那、亚提尼、以实提末、何伦、底撇、阿因、乌他、别示密，共9座犹大甲西面2支族的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阁对便雅悯支族的地区分到基遍、加巴、阿拿突、阿利文共4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阿伦的后代做祭司的，拢总分到13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利未人高合的宗族，其他的子孙抽签分到以法莲支族地区的城镇，就是以法莲山区为50人的设的避难城事件，以及基色、基伯先、伯何伦共4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阁对但支族分到伊利天基、基比顿、阿雅伦、加德林文共4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阁对马拉西半支族分到塔纳甲加德林文2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高合宗族其他的子孙拢总分到10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利未人吉顺的宗族对马拉西半支族分到为50人的设的避难城巴山的高兰，以及比士提拉共2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阁对以撒迦支族分到基线、大比拉、亚末、稳甘宁共4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阁对阿瑟支族分到米沙列、阿撇顿、赫甲、利合共4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阁对拿弗他利支族分到为50人的设的避难城加利利的基列斯，以及哈伯、德尼、加尼坦共3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吉顺人照因的宗族，拢总分到13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其他的利未人就是米拉利的宗族，对西布伦支族分到约念、加尼他、丁那、拿哈拉共4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阁对路边支族分到比色、雅杂、基底末、米法압共4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阁对迦得支族分到为50人的设的避难城基列的拉末，以及马哈念、希实本、雅舍共4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
利未人米拉利的后代照因的宗族抽签分着12座城镇。利未人对以色列的家业拢总分着48座城镇，甲因附近的草埔。这个城镇周围拢有草埔，逐个城镇拢是安尼。上主实现伊的应允。安尼，上主照伊以前对以色列人的列祖立誓应允的，将全地交予因，因就得到这个地做家业，在遐徛起。上主照伊对因的列祖立誓应允的，赏赐因四境平安，无一个对敌会当对抗因。上主将因的对敌拢交伫因的手。上主对以色列家所有的祝福，无一句落空，拢有实现。